风测试大会报告，大会报告，请50分，请小会员到门口集合。50分，请小会员到门口集合。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永恒的爱，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因为你要进场的时候我会在前面，所以你们时间自己在抓。我要去外面 stand by 啊，我要先把它关掉啊。应该好啊，先关。其实跟你说，就是我广播完，健身房会讲话，那他讲完。张宇哥，画面跳掉了。张宇哥，没有，他没有跳，他只是暂时关掉而已。请问一下，这里有 WiFi 密码？C332239啊？小 C332239。332239。现在会影响那个速率吗？不要太多，还好啦。OK， 再一次3322339。好，那先往前。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礼拜即将开始，咱礼拜要准备开始啊，请检查你们的手机是否开启静音、关机或开启飞行。请检查您的手机啊，看有开静音，也是关机，也是开飞行。为着咱的礼拜的品质来准备，嘛请还未入座会友入座，谢谢。我们礼拜即将开始，请检查您的手机是否开启静音、关机或开飞行，我们以维护我们礼拜的品质。谢谢您的配合。那也请还没有入座的会友，请尽速入座。现在我们的主任牧师在为我们做一个起要的仪式。不是55。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现在我们要举行的是起要的仪式。好的，这个起要仪式已经启动。各位亲爱的家人，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开启中华路33号2楼迦南教会宣教中心会堂大门。现在开启大门钥匙的是我们的主任牧师尤伯宏夫妇，带领在进场队伍当中有我们的社区牧师刘燕燕夫妇，青年牧师黄世倩，以及18位长老。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欢迎他们
热烈进场。复兴祷告烈火，经历丰盛主恩，是迦南教会意向主题。牧养系列有成人牧区、青年牧区、儿童牧区3个牧区为主轴，涵盖各种年龄层，牧养主的羊。事工部门分别有崇拜部、财务部、传道部、总务部、教育部以及社区的事工。我们传扬它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引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在疫情的这3年，教会不断地增进线上直播礼拜的方式，透过线上小组不间断的关怀，以及今年的确诊关怀包，来表达我们对弟兄姐妹的关顾，回应神的付托。在后疫情的时代，我们更多透过回到现场主日的5场不同的礼拜，以不同时段、不同言语、不同风格传讲主的真章，为要让弟兄姐妹在灵命里得到饱足。我们的心要称谢耶和华我们的神，将荣耀归给他。我们再次以掌声赞美我们的神。请坐。辛苦喊吧，耶和华，你将这地交给我们，要达到你生命，不歇息。
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云柱火柱，海浪之中我必不沉默，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知你应许不改变。在困难中能用赞美他，困难之中我仍要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里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成长。要让主赐给我们信心，阿们吗？让我们更大声来赞美他。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他手拉住我，主赐给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云柱火柱，海浪之中我们并不沉默，海浪之中我并不沉默，旷野之中我并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哈利路亚！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清醒，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成长。我们祷告什么才有信心就必得到。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到。只要相信就必得到。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到。海浪之中我并不沉默，旷野之中我并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知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清醒，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求主再次赐给我们心在水面的信心，心在水面的清醒，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成长。让主是赐给我们的信心的神，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将荣耀献给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要将我们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弟兄姐妹，如果你的身体有些不适的，或者想坐下的，都欢迎你坐着，跟着我们一起来敬拜。你可以坐下，你可以站着。我们继续献上这首诗歌，一粒麦子。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
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还有让我们一起向神说：主，我愿意。我们一起来开口：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想将只将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必凡的生命。哈利路亚，主，我们愿意，你愿意吗？将你完全的交托在神的眼前，神的手中。主，我愿意放下自己应得的权利。举起双手来唱。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会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
我身上成就你旨意。哈利路亚，我们献上自己，你感受到神刚刚在我们中间了吗？将自己完全的交托在神的眼中。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来焚烧，恩膏厚厚是一经，迈开征战步伐，高举基督荆棘，以万我们为皇冠，以我们为精兵，让我们重建大卫到达的帐幕，我们起来督促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在神里，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来焚烧，恩膏厚厚是一经，迈开征战步伐，高举基督荆棘，你看我们为皇冠，以我们为精兵，有信心来开口，让我们重建大卫到达的帐幕，我们起来督促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让我们重建大卫到达的帐幕，我们起来督促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弟兄姐妹，我们来宣告，我们一起来宣告。让我们重建大卫到他的帐幕，我们起来督促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在2年半以前，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风暴，使我们没有办法像今天在这里聚集。不过在57年前，有一群人，他们领受上帝的呼召，他们要出来设立教会。今天我们一起领受这样的恩典，度过这样的风暴。弟兄姐妹，我要邀请你们，我们要开口献上感谢，我们要开口来认罪，我们要开口诉说神的荣耀，因为他的呼召是没有后悔的，因为他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因为他所赏赐的生命，他要赏赐我们是到永生永永远远的。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大家同声开口来祷告。
明的爸，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今仔日徛伫你的面前，来到你的面前，阮要学乐你，将一切的荣耀归乎你，因为你是设立迦南教会的主，你是设立迦南教会的主。57年，伫你看来是1万年的时间，是一眨眼的时间，我们却在其中经历数算不尽的恩典。经历侪侪人伫世上的生命开始甲结束，经历着社会、经济、科技的转变，经历着个人生命的成长，还有蜕变。许多的人来到教会迦南教会的时候是一个人，如今已经是儿女成群，儿孙满堂。同时，我们也经历了信仰生活的高山和低谷，以及每一个新的会堂落成时，我们也正面临了新的挑战。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块应许之地上，能够重返初衷。回想我们被你拯救、被你呼召的那一刻，我们为此要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是如此的渺小。你所喜爱的是顺服你的心意，胜于献上多么华丽的祭。我们今天顺服你的心意，尽力献上今天每一个人看到的现场，而你同时也在看我们尽力献上的内心。我们为此感谢，也为此认罪。感谢你借着我们手所做的工，57年来将人带到你的面前，认识你，跟随你。我们也为此认罪，因为我们就是那个常常自以为是，甚至自以为义来观看你的恩典的人。主，我们在今天要再次转向你，承认在这57年来，你一步一步的带领，一代一代的传承，而有了今天所有的一切。主啊，我要说，赏赐在于你，收取也在于你。在人看来，今天像是什么都有，但也有可能是什么都没有。在人看来，我们可能是一无所有，在你看来，57年来的恩典正表达我们一无所缺。在这个祷告中，我要奉主耶稣的名，求你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让伤痛、失败、黑暗、罪恶因着你胜过死亡权势的大能更新一切，也使我们因着你复活能力的彰显，我们要活出基督徒的身份，使用基督徒的权柄，持续在我们的年日中，为这个世代一切的挑战和困难来宣告，主耶稣，你今天已经得胜了。为我们的亲人朋友信耶稣，为我一生能够跟随你来祷告。如此，我们不愧成为迦南教会，你所爱的教会，你所坚固的教会，你所设立的教会。我们一起开始走向未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清楚，咱的感动，咱要回应咱的主，咱们用客英文，用诗篇，我来客，咱大家来应哈。我们要用起英文，将我们的感动来回应给我们的神。我们来读诗篇，我来起，大家来应。咱们用台语的，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心会快乐，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伫地，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教我一世人做伴。现时，
那么请咱教会本堂的圣歌队，献的诗是信心坚定的人就欢喜，信心坚定的人就欢喜。咱欢喜唱歌来学乐伊的姓名。咱若要透过上帝话，做伙伫遮靠着伊所予咱的话语，
真做气力来帮助咱向前来跑走。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耶利米书第1章1到10节。耶利米书第1章，咱要对第1节来看到第10节。我要邀请咱做伙用华语来读，伫顶悬一起来。这部书是耶利米的语录。耶利米的父亲希勒家是便雅悯境内亚拿图城的一个祭司。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统治犹大国的第13年，上主向耶利米说，耶书亚的儿子耶尔敬统治犹大国期间，上主又向耶利米说话。那时以后，上主常常向他说话，一直到耶西亚的另一个儿子西底家做王，统治犹大国的第11年5月。那时，耶路撒冷的住民被掳到巴比伦去。上主对我说，在我审你前，我已经选召了你，你还没有出生，我就指定你做万国的先知。我回答，至高的上主啊，我太年轻，我没有口才。但是上主对我说，你不要自以为年轻，尽管我差派你去的人当中，向他们宣告我命令你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保护你。我上主这样宣布了。于是上主伸手摸我的嘴唇，对我说，你看，我把你该说的话放在你口中，我今天授权给你，你要向万国万民做根除、拆毁、破坏、推翻、建立和栽培的工。愿上帝话直接来帮助咱，帮助我们能够让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口中，说出建造的话，说出能够使人得福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伫纪念迦南教会设立57周年的时，一个真要紧的就是有你的同在。因为有你的同在，所以我们可以回家。我们可以回家一起来欢庆，我们可以回家一起来敬拜，我们可以回家一起来经历你丰盛的恩典。然后呢，我们要面对的未来，有新的礼拜堂，有新的场所，我们要向前面对这个新的时代。愿主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的信心。让话语里面的不要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免惊，我跟你同在。这是我们需要的，你的仆人需要，我们的团队需要，我们每一个家庭都需要。你的话语再次来鼓舞我们，向这个未知的环境、未知的前途，求你的圣灵指教我们，好叫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跟你的边仔讲哦，愿你平安，回家真好。回家真好。看到我们久久未露面的，可能你都在云端，但是因为特别的日子，你才回来吗？还是因为这样，因为安呢，咱会通开始倒转来？
开始伫遮透过上帝话，甲咱讲唔免惊，因为记得3年前咱足惊，对吧？牧师对面那一个餐厅有人确诊，哇，大家都惊到要死。记得吗？记得你我都是这样，记得吗？你的隔壁如果有一个人现在拍照，戴口罩一下。我们从那一个惊涛骇浪，从那个害怕，从那个我不知道丢这个，到5月的时候，我一验，不是3条线，2条线。然后感谢主哦，因为有黄木，他先去丢这，所以我们有经验哦，要怎么预备。我完了之后，谁啊？换刘牧，神真的奇妙，让我们轮流啊，让那个教会不至于停滞哦。董事长，你在线上吗？董事长夫妇确诊，但是那个秋林兄已经1条线了1条线了，感谢主，他身体比较壮哦。那我们为了董事长来祝福了哦，因为过去有他在带领我们的董事会，让咱的董事会，让咱的教会运作，让我通真正好势。我常常甲讲，我讲董事长要长老，你踩底下就好。你是透过你的参与，能够号召带领弟兄姐妹，也因着你哦，不是只有因着牧师哦。你这牧师很惶恐，你知道吗？因为建造好了，然后大家就问牧师，然后呢？所以后来我们就成立了前瞻规划小组，有了一次的开会，把各个牧区。大家牧区，你需要啥？你有看到啥？弟兄姐妹，你刚才有没有觉得？我看人家一直在删，对不对？是因为你的 passion， 你的热情，还是因为人多啊？是因为你的热情吗？如果是，拍手。原来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理财的办公室。在2年多前，在2020年的8月16，我们购得了33号的2楼。这个地方原本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拆毁。我们必须要把不合我们用的装潢把它拆掉，把可以用的留起来，就在我们的脚下。这个讲台有前面的这些的它的材料很好，我们认为可以用的，我们就把它留下来。然后我们的设计师王小姐、王姐妹在哪里？挥挥手，在那里哦。我们感谢她，也透过我们的装修小组举手一下，来装修小组的成员特别是我们的召集人我们副村长站起来一下，来他很辛苦了感谢主，还有我们的小会员，好不好？请小会员站起来我们拍手来祝福他们，新旧任都是，要拍就拍热烈一点好吗？请坐。因着他们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才有今天这样。因着弟兄姐妹你的参与，为我们大家自己鼓掌一下好吗？大声一点来！因为有你的参与，因为有你的参与，我们才能够在这里。我们开始透过设计师招标设计师的取得，然后来装潢设计。经过4个多月，细哥瓦位，我们签约，我们从拆毁、推翻、根除，到开始建造。
我们想象说，未来我们的49号，未来我们的33号是什么款的情形啊？我们要建造什么的教会？下个礼拜有回到那边，我们看到玻璃不一样，有创造的故事在那边，在提醒我们，神是使无变有的上帝。很多人过去经过我们的49号前面，哇，特别是晚上，对吧？都没声。晚上过去，特别是隔壁的邻居，哇，你那也不赶快，然后进到副堂，进到1楼，说你让我先告回，我们就是要让大家能够都走进来，阿们吗？那今晚上帝给我们有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呢，上帝给我们新的地方，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未来，他的话要指引我们的未来，就好像刚才的经文一样。我们不知道未来如何，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明仔载要安怎？你知无？唔知，你有计划好对不？你有计划好，但是你不知道，但是一定要凭信心来相信神的话必定带领。你有想到57年前这一些的弟兄姐妹，有想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场面，这一个荣景吗？没有。但是我们相信他们在每一个时代承接了上帝给他们的使命。今天我们要继续承接上帝给我们使命，透过耶利米书，我在感动当中，能够透过耶利米，他在那个世代，上帝使他成为被呼召的祭司，但是另外一个任务就是要做先知。他的性情就好像是我，比较温柔。什么有意见吗？我开会有骂过你们吗？没有，对不对？你知道做先知是要很强硬的。有人说牧师你就强一点，我说不是我的性格。要做的是什么？神要我们做什么，不是我要做什么。耶利米他是一个泪眼先知，他是一个有爱心、温柔体验，但是现在上帝要他去对这些犯罪的百姓说什么？要讲什么？啊，恁惨了啦，恁死了啦！我说不出来，特别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可能18岁或是20岁，他被呼召。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不管你年轻，对不对？不要小看你年轻，对不对？拍手一下嘛！我们新的执事。不要小看你年轻哦，神要使用每一个年轻的世代。你看一开始我们看见儿童进来，有没有看见儿童进来？让他们带领我们啊，来呼召我们。这个场地未来为了亲子，为了儿童，为了年轻人，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觉得说，哎呀，要给要安诺，我们就是为了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透过这些的话，要帮助我们，我们被神选召是为了什么？今天这个地方，这个产业是要为了什么？我们有没有看到下一代的需要？我们有没有看到儿孙他们的需要？来到这里，可能让他们很高兴，他们可以跑来跑去。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孙，如果可以到教会做回来做礼拜，安尼你有欢喜不？我们都千方百计想要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孙来这里一起敬拜，但是可能他会说：“啊，恁大人哦，迄个形态啊，见讲台语啊，我拢听无，我听不懂，听不懂我就不来了。”我们要面对这个时刻，所以教会就透过多语言、多形式、多方法、多形态，能够呈现，让每一个人各取所需。那谁愿意呢？今天透过儿童牧区、青年牧区、成人牧区，不同的牧区能够回应不同世代的需要。今天我们一定要看到，不是只有看到咱家己的需要、咱家己的想法。耶利米也是一样哦，上帝叫他去一个新的场面，然后任务大考验，你要跟你过去所讲的不一样。
你要传讲也无同款，你较早是做祭司啊，和好了，然后来献祭啊，只有这样。今天我们要向人说什么样的话？是你自己要讲的，还是上帝要你讲的？感谢主哦！但是刚开始我们会有一些的困境。我们看到耶利米说：“啊，我伤少年呐，哦，我无啥，我无喙水啦，我无口才啦。”哎，你有想到哪一个人？摩西，对不对？你有想到他，对不对？哦，我开玩笑说，上帝第一次说日语就是这个时候，摩西。我无口才啦。我在读这段话的时候，我反映的是什么？你知道上帝对他讲说，你还没有出母胎的时候，你要不出血经，我就认定你了，我分别你为圣，你可以的。但是他说什么？我伤少年，可以吗？你可以吗？可以的啦，因为神拣选，你知道吗？这些年轻人，这次我们选出几位年轻人成为我们的执事哦。神已经认定你，神已经分别你为圣了。但是耶利米说：“啊，我伤少年啊！”你记得你年轻的时候吗？还记得那个热忱吗，弟兄姐妹？还是到年老了啊，我无法度啊？我们要拆毁什么？拆毁一些不合上帝要我们说的话，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我要把我要你说的话放在什么？你的口中。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一下，咱来想看卖啊！你若一出嘴，人咧讲啥，人咧做啥？啊，你一出嘴拢是安怎负面的批判的？啊，你做歹啊，你做含慢啊？你是这样的人吗？还是你可以随口说什么造就的话、鼓励的话？这个牧师呢，安尼，上叫你要做主任牧师，或者是你说牧师，你可以。你知道牧师也需要鼓励，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的苦吗？对不对？郑牧师，他苦过了，你知道吗？呀。你们都不知道，只有牧师娘知道。有时候他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你知道吗？每个人都不了解你，只有上帝了解你。但是今天上帝使用你，既然使用我，使用你，他有特别的心意。他要把该说的放在你的口中，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职分，随口说什么。你们都熟悉圣经，再一次来，随口说造就。好，当你要想出说一些的负面的话、拆毁的话的时候，圣灵会提醒你，你要说什么？是因为你一句话让人离开这个教会吗？还是因为你一句话让人喜欢来教会？不一样。我们来读一下来。哎，怎么没有了？那个讯号给我。好，所以第二个，我们看到，我们来想一下，有什么我们要从你的口中来拆毁的？我们来读下面哦，下面来，上主就伸手摸我的嘴，对我讲：现在我将我的话下伫你的嘴来上面来。于是上主伸手摸我的嘴唇，对我说：你看，我把你该说一句话说的合一，就好像落在银网上；一句话说的合一，就好像落在。可见很多人没有读圣经。再次，一句话说的合一，就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上，就好像你说的话是合一的，就好让人看的是美好的。哦，你看着捧个做好做水做好这样。
但是我们要传福音，耶利米接受任务哦，是一个大考验，跟他过去不一样。他讲来和好，但现在他讲说投降。他要讲的是什么？你今晚要讲啥？你知影你要互人掠去啊无？你知影恁鸡仔鸟要互人掠到无半只无？你知道你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多久？我们最近来读以斯拉，对不对？他预言多久？你们要被掳多久？来，较大声来，70年哎，久不久？很久。但是他先讲不喜欢听的。今天你们犯罪，上帝要我对你们讲，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回转。今天教会要使用我们。使用你，使用我的口，他要把该说的话放在你的口，然后洁净我们的口。触摸代表什么？一种洁净跟祝福。好像我们想起以赛亚，对不对？以赛亚比较糟糕啊，他要拿炭火，你知道？上帝用手触摸，希望上帝触摸我们每个口，是讲造就、祝福，然后使人能够被鼓舞的话，激励的话。今天上帝要使用你啊，弟兄姐妹，我们新的长老，我们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可能别人不爱听，但是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把人引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透过一些的兴趣小组，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今天早上我们剪彩的时候有什么班？鼓舞班，你看打下去激励人心，你知道吗？你知道他们几点就来练了？因为我都听得到。他们在7楼打，我在8楼。他们很早，这些社区的朋友，他们愿意参与，你知道吗？过去他们不认识主，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兴趣，让他们能够进来，然后开始有分享的小组。我们同工陪伴，迦南好声音哦。我们看我参与的时候，听到他们越唱越好听，因为有好的老师在我们当中，对不对？老师在哪里？在弹琴哦。还有，如果你想要有好声音，就来报名哦。我们有继续的，我们有进到学校哦。我们要讲的是有智慧的话语，让人能够亲近主哦，让人亲近上帝哦。可能不是你所想的，你不是你喜欢，但是神就用这些来使用，来祝福，来建造，来培植。明年有没有喜欢打桌球的？拍乒乓的有啊，举手一来，对吧？好 ，OK。我们明年会用一个桌球小组，好吧？我们请我们的秀林的先生来教，他是区运的教练哦。他还没有信主，所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但是我们谈得来，牧师，我支持你。牧师也喜欢打，我是深藏不露了，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有很多高手，对不对？弟兄姐妹，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可能讲的人不爱听，但是神要我们讲，但是讲的爱水开啊，你讲的话爱水啊，圆融，不是像一根针、一根刺一样。神要给我们有智慧，面对这个世代，怎么样去讲？耶利米被任命为先知跟祭司，他有2项哦，就是先知、祭司。然后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起来念来：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第二个正面的是什么？建造、栽培、栽植，就是培养。所以我们的小组要培养出领袖出来，对不对？今天我们要培养出新的区长，今天我们培养出后起之秀，我们培养出这些年轻人能够承接新的世代。我们不能再用过去那种想法来牧养今天的世代，所以我们才能够才有青年牧师，有社区牧师有其他牧师，甚至小会过去就要我找关怀的牧师。但是碍于现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要怎么样去选，就是要很慎重的
未来的经费要靠大家，对不对？我们大家一起来参与建造。如果你不能在第一线的服事，你可以用神给你的恩赐，给你的产业，然后一起来建造这教会，成为宣教教会，成为荣耀教会。阿们吗？所以神要透过给你的超能力。你知道牧师不是人干的，你知道吗？对不对？这牧师，对，红仔无冤家找牧师，对吧？过身的时候牧师，对不对？然后呢，生囝生袂出来找牧师，然后要叫阮牧师啊，恁嘛甲阮囝找一个，甲阮查某囝找一个安尼吼，然后还有半夜，牧师我搁起喇叭啦，我高血压，然后还有半夜哦，你起来啊未？起来未？啊，歹势卡唔对的。还有这一种啊，但是我不敢骂他，因为我想到我是牧师的嘛。你知道，常常无时无刻我的心都是给弟兄姐妹。如果没有神给的超能力，没有办法。我被呼召的时候，18岁，就好像耶利米一样，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神。我能够到现在一无所缺，因为神说不要怕，我要给你资源，我和你主管，我要与你同在。我们一起来念，来上面来，你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保护你。我上主这样宣布了。好，所以玛利亚也是一样，对不对？玛利亚做阿撒利亚，对吧？我要用你，然后未婚怀孕，在那个时代会被打死了，对不对？但是说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然后说情愿坐在使女的身上。神的话大有能力，所以他承接了前所未有的祝福。我们看到一个教会被呼召要成为一个福音见证，要成为一个能够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的教会。弟兄姐妹已经常常讲过，而且提醒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谁是教会？看你的旁边，你就是教会，移动的教会，行动的教会。神要透过你，上帝透过你这个行动的教会，能够让你所接触的人，和你所接触的人，会当来到你这个所在，能够遇见神。所以我们口说的话很重要，因为你口说的话，可能人被建立，或者是因为你口说的话，人被摧毁。所以上帝把话讲在前面，然后给力。神所拣选的必定给我们足够的资源。想想以前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有这个地方，跟之前看什么地下室，但神说不是。神给我们是不一样的阶段，可能是哪个地方不是。一件事的成就必定有神的心意。神的话语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弟兄姐妹，我们经历了吗？我们见证了吗？肃清长老见证了，好多人见证了。所以上帝的话语一拿出来，为什么要推圣经共读？圣经公会总是在这边推动上帝的话语，是我们首要，这是教会的使命，不是吗？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失去上帝的话，你什么都不是，就没有能力。不是只有教会，你的家庭也是一样。所以当你宣告，你读上帝的话，说有就有，然后怎样？命立就立，你相信吗？如果上帝的话照这样应许，说我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实在的，都是阿们的，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的信？我们例如要受洗他说他提醒，就是说他提醒他自己说，我哪边信的信较信的，莫安尼顺信兄半信色啊，安尼知道对不对？例如爸爸，你认同吗？认同吗？你的查某囝若要信了，信了该了，对不？信了，真的认识这位上帝。爸爸还没有洗礼，但是他要给女儿洗礼了，为他拍拍手嘛。
上帝的话也是带有应许、带有祝福哦，所以他给的没有不带能力的。今天你看上帝的话也宣告，神就给你有盼望。虽然是面对70年，但是哇，我们在最近读以斯拉，我们看到什么？王、资源、国库通什么？府库了，不是内库哦。神的资源要为我们效力。刚才你知道吗？我在跟那个民政局长对话，哎呀，我带他来看，我先带他来看。他主动跟我讲说：“牧师，这个社会科有一些资源，你知道吗？你们都没有用过。”我说：“对啊，我们都没有用过。”好，我就派专人来跟你接触啊，然后你们可以用在哪一些的方面？感谢主啊，有没有？上帝的话语成就有没有？啊，政府的资源可以用在宣教上面。因为他看到我们弟兄姐妹，你愿意参与你的奉献，让这些社区的人能够被祝福，所以他感动，他主动跟我讲，他主动提出来，他主动提出这样的资源，这个资源您会使用，您会使去申请。弟兄姐妹，神授权给我们，来，我们来读一下来。我今天授权给你，你要向万国万民做根除、拆毁、破坏、推翻、建立和栽培的国。来，台语来，我今仔日授权给你，让你伫列国万民做背出、甲拆毁、破坏、推翻、重建、甲栽种。今天我们要拆毁一些不属神的思想、不属神的情感、不属神的意志。你会想讲耶稣会安怎做？那不是兄弟姐妹奉主的名捆绑出去。神如果要给你的，主啊，我大大张口，你必大大怎样充满？你开多大，你就领受多大。你有没有信心去经历？弟兄姐妹，神要透过他的话语，他对耶利米说：“你的未来是怎样？我要给你的。你没有能力，你年轻，我给你能力，我给你口才。不是我们说什么讲什么，不是只有都牧师讲、长子讲。弟兄姐妹，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你们有这个恩赐了，你知道吗？你有这款的文书，你也当调换人的心智，你可以带领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你知道吗？你是被祝福了，你知道吗？”今天上帝要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要承接这个使命。今天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去对付你的未来，对不对？忠贤哥，我们为他拍拍手，好吧？他刚才一直坚持要他坐下，他还是坚持，你知道吗？对神有盼望，对神有毅力。你知道，因为他的生病，家庭会有要面对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家庭，他的儿女们，刘牧师，在神的能力、神的同在，这位坚强，一起面对困境。我们不会没有碰到困境的时候，我们都会。但今天就是因为你的参与同在，而不是在那边说风凉话。因为你的参与，因为你的 passion， 因为你的热情，使这间教会能够成为什么？使人遇见神的教会。是你开始是从你开始，你就是教会，你知道吗？2个人在一起，3个人在一起，神要使用你。神也因为神，我赐福你，你愿不愿意回应啊？弟兄姐妹，你手中有拿周报吗？你有拿到这个57周年的感恩奉献的红包袋吗？先预备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经历一起来经历。牧师长早上问我们奉献过你要不要再奉献？我说要啊，再奉献啊。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你可以经历更多，你知道吗？你可以经历更多。你看是好像是给出去是没去，
你知道吗？当你在给的时候，是被祝福了，是加倍的。如果你有信心去经历的话，我们先来看一段的影片，让你们好好的预备好，好不好？神感动你，怎么样去参与？不是看在那一些纪念品，好吗？而是看在神啊，我要更多从你来得着你的这样的一个赐福的。我们来看过去，上帝呼召一群热心爱主、愿意宣教、愿意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他们走出舒适圈，他们从永乐街，他们在每一个时代参与到每一个时代的建造，从艰难，从缺乏，看到神兴起，有人参与监工，有人参与建造。有人参与在整个过程当中的服事，可以大声一点。40年，2年多，2年半。伫这间教会，每一个小代志就是大代志。那么教会一寡改变，就是咱甲教会伫全台湾是真少数开始实行。3年一任轮流一年的这个制度，因为这款的制度，所以造成教会真侪青年受竞选，成做教会干部，和这间教会的那个新陈代谢，有看到你的参与吗？少年的涌进这间教会来参选。我们从5楼的教堂改建成8楼的教堂，然后每年圣诞节都会有一个圣诞老人游行，就是会走桃园市区，会去大庙、会去火车，还有开拓教会，有开拓红恩，有开拓假光，然后我们还有青年成为牧师，就是现在的黄牧师也是大使。然后我们还有牧者，就是有新的牧者团队来，然后有牧者离开，然后因为人越来越多，就变成从1个人的牧师变成3个人的牧师那样。那我们的礼拜是从1场现在变成4场，也都是大事。就最近的大事就是在隔壁新的这个礼拜堂。好，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个黄牧师封牧的时候。然后我记得就是那次因为青年牧区有上台献诗嘛，然后我记得就是大家都哭了这样子，我就记得那一次非常的感动。我最有印象的是那个，就是我们去星光影城，然后就是那时候你哲哥带着快闪旋风，哇，那个他办的真的太像了，永远忘不掉，就打领带在头上。对啊。夜之中，我并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新媒体团队他们用心来预备这些媒体，我们培植了这些年轻人在向这个新时代的宣教。余火之中，我仍然祷告。我是真期待教会有一寡作为传统继续保持落去。第一就是小组的聚会，第二就是这是我们服务班的这个生命教育的时间。为着教会的兴旺来拍鼓，就是大家热心参与教会各种的事工的经历。我觉得就是从每一个人自己做起。当你们看到一些好的或是不好的，你就是参与跟加入，就是不要只是在旁边观看，因为如果这是你的家，你就要一起参加，不论是任何的活动，你可以的话就参加。你如果这是我们的亲子亲子，我们有好多这些亲子的，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教会有一群很棒的年轻人，然后希望就是教会可以让这群年轻人在每个领域上都可以发挥他们的影响力。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教会的活动是有青年牧区参与者在这当中，对，那就是也希望一方面持续
一起同工，然后一起建立教会，然后一方面就是我们也在资源中，就是可以一起成长。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迦南5区，我们起来一起，我们祷告合一，我们宣教第一。但是上帝掌权，上帝唯一。我们从双福做起，拍掌将荣耀归给主。感谢主这些团队的用心，因为我们相信，给他们任务的时候，他们使命必达。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的应许必成就，他们相信说上帝给的能力是足够的，是超能力，你知道吗？你没有就向神要，你若没那个亏来，你就跟上帝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什么？这个动作呢，超人，因为有超能力，你知道吗？彼得不像吗？还是说我们内裤没有穿在外面？弟兄姐妹。神给的超能力是先从你的信心开始，相信上帝应许必定成就。所以你读上帝的话，上帝已经把话语放在我们的口中，然后你相信吗？相信你就要活出来。你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你愿意吗？我们要一起用这奉献文，我们来奉献。咱要用台语哦，7个麦哈，7个麦，请咱做位起立，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很恭敬的来到神的面前。牧师来客，恁来回应哦。咱为着要将荣光归给上帝，因为伊极大的疼痛，是阮互咱起造这间圣殿，也用感谢归给主耶稣。恁还未来，因为伊是上帝的圣囝，是咱的救主，教会的头，搁着学了圣神，因为伊是教会的活命。是教会的导师，互咱在捌福音真理，咱奉献这间圣殿。所以恁知影讲恁要讲啥啦吼？阿门。为着要祈祷、礼拜、学了上帝、宣扬真道。举行圣礼典以及圣道的交陪，咱奉献这间圣殿。为着顺服主耶稣予咱的命令，伊讲：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圣爸囝圣神的名。咱伫遮设立教会，当咱伫遮重新奉献家己，来参与耶稣基督的圣体，搁通伫圣神的引带真正充满疼心，通互上帝的国度的国实现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圣神帮助咱，赏赐恁活命甲气力，来甲咱的主同行同工。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宣告，请坐，请坐。我们要一起来宣告，拿出你的奉献袋好吗？拿出你的奉献袋，上面有印字啊，上面有印字。我们要来读上帝的话语啊。拿出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了要献自己为活祭吗？还没有，还没有。你预备好了吗？上帝的话要给的更多，你预备好了吗？你准备好是卡汤、薄汤，
还是面汤，还是游泳池？你预备好了吗？要承受上帝的赐福吗？预备好，我们要来读上帝的话哈，他晓得我一起来。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第8节再来一次，来。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神能多又多，多又多。哦，这个就像这样，多又多，你知道吗？这样可以想象吗？神要给你更多更多，可以有能力去做更多，包括你的时间、你的能力、你的爱心、你的信心。我们要用这首诗歌先来回应，等一下我再请我们的执事来服侍哦。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啊。如果你不明白，你不要勉强；如果你明白，用你的信心来经历好吗？用你的信心来经历神在新的一年，在未来，即使是困境，牧师经历了加倍的恩典，你也可以好吗？你也可以。我们先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好吧？献上自己为己，在你的时间、能力、爱心、金钱上面，上自己为己。我们这里为了下一代，我们这里为了年轻人，你愿意参与吗？用你的热情参与。你可以选择一起来打拼，你可以选择一起来建造，你也当酸点啊，没人可以强迫你。如果你愿意在这里，愿意一起来打拼，拿出你的热情，你也在讲。你看我们为我关，以我们为精兵，让我们重建他为到他的帐幕，我们起来督促其中的破口，从修为外的阶段。往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请执事来扶持，上自己为己，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来焚烧。恩高厚厚是一起，该征战不慌，高举基督亲情。你看我们为王冠，以我们为站立来回应神，让我们一起来创造我们重建大卫。
让我们一起来重建。大卫道他的山路，我们起来走出其中的破口，从修会外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再一次来宣告说，愿你的荣耀国度降临。我们拍掌将荣耀给予这位赐予你丰富恩典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慈爱，你的信实，直到永远，直到万代，让你的子民在缺乏当中，你供应。当阮欠缺的时阵，你是阮的牧者，阮无欠缺。当阮破病的时阵，你的医治临到伫阮的身躯。你反而勇敢的身躯会当经历你所想事的产业、财米，会当伫遮来回应主你的呼召。今仔阮伫遮，阮做伙同心献上这间圣殿。我们献上这间圣殿，是为了要荣耀你的名，而不是荣耀我们自己的名。我们要让更多世上的灵魂能够在这边聚集，能够得着你永恒的盼望。主，阮感谢你，你让阮有这才调能力。当阮讲无的时阵，主你讲我予你，我予你喙水，我予你能力，我予你有温数。你会通做最会当互人得到福气，带人来到伫上帝面头前，这款的能力，这款的恩赐。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的百姓愿意奉献，就好像最近我们看以斯拉记，圣灵感动王，激动王的心，激动百姓的心，愿意一起来参与的时候，神你就让他多而更多。让我们的口袋就充满你的赐福，这是神你的应许。从你的话语一直到我们心里的相信，一直要活出来。我们要见证，我们要荣耀你的圣名，我们要让人看见这个神真好，信耶稣真好。求主耶稣自己来悦纳我们所献上的时间、金钱、爱心、信心跟清洁，愿你来悦纳。透过这些的财物能够祝福更多这些社区的朋友，祝福这些失丧的灵魂，祝福更多新世代的人、新世代的儿童、新世代的年轻人。谢谢主，求你悦纳，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就说
将荣耀归我们的主。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弟兄姐妹，伸出你的手，伸出你的双手。你要得着祝福吗？好像不想要。你要得着上帝的赐福吗？要。我们要一起来领受，因为上帝的话已经放在我们的口。我们宣告，神就必定成就。主，感谢你，我们张开我们的双手。这一群百姓是你所拣选，是你所赐福的。你必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口里，将信心、勇气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将盼望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来。活出神的见证，活出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是你荣耀的子民。愿主耶稣基督，你掌管万有的资源，为我们弟兄姐妹来效力，因为你是胜过死亡权势，掌管所有资源的主。因为在所有的应许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是阿们的。都是是的，所以当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我们宣告的时候，主，你一切的资源就必为你的子民来效力。天父上帝，你虽然是公义的，你也是慈爱的，你也是恩典的。谢谢主，将你一切的慈爱恩典赏赐给你的百姓，包括我们现场有一些的慕道的朋友。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你要赐福给他们，是永恒的生命，是要借着我们百姓，能够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有福的人。愿主圣灵感动我们的心，活出荣耀的见证，活出丰丰富富的生活，活出在困境当中依然有能力来胜过的生命。谢谢耶稣，愿你荣耀再次降临在我们的教会，在迦南教会，在每一个家庭就是你的迦南教会，因为我们每一个家庭就是迦南教会，每个家庭要承受你的恩典赐福。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我们用信心要来领受，我们要大大张口来领受。谢谢主，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往叶子走，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生命的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在面，失落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对你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归我们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神的荣耀充满在你的家庭，充满你的职场。谢谢主，谢谢，请坐，请坐。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程序是可以调整的哦。我们要先来介绍一下，今天你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你第一遍来啊，来咱先来介绍，咱在这来介绍王富银姐妹哦，啊，我们的设计师啊，还有她的是吧？好，请站起来好吗 ？OK。先生哈，哇，这一阵子被我们的长老盯得很紧了哈，要感谢上帝哦，透过她也是主内的姐妹了哦。好，请坐。好，设计师对，设计师，
还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有吗？爸爸，玉如爸爸有介绍过吗？来，玉如爸爸来，大声一点来，哇，让他感受到上帝的热情。好，请坐。多伦多回来的，哇，那个再一次了，荣德兄弟姐再次站立起来啊，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要附上这个特别的日子不容易哈，要先回来被关一下，然后，OK， 好，如果我们也再次欢迎我们的郑牧师夫妇，好，回到我们当中。好，那我们早上有鼓舞，对不对？我们所有社区，你参与在教会的这个，不管是鼓班或者什么样的班哦，来，请站立起来，德福啦什么来这个我们的有没有？对啊，德福的啊，德福就是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员的哦。如果你新教会会员受洗了就。在49号哈，挥手49号了，所以弟兄姐妹，钟贤，你要不要站起来？在困境当中，神给我们足够的能力，阿们吗？所以我们不要让你自己碰到的困境打倒神的能力、超能力，记得吗？超能力、超过你能力的，别好你哦。巴西，不，巴西哦，那个陈二姐夫妇啊，来巴西，还有巴西的朋友，是不是？哇，感谢赞美主啊！请坐。所以我们今天的聚会是国际性的，对不对？好，感谢主。不是国际性，是宇宙性的，因为神也在我们当中。阿们。好，我们下主日举行第6次的圣礼典有报名受洗的请在11月5号晚上6点就是小会员会先在6点召开小会。那报名受洗的兄姐在晚上8点在501会议室来问道理。那我们11月的12、13号是举行核心同工的退休会。请我们新就任的同工务必排除万难你不要说牧师我签个，这个是重要的时刻，好不好？重要时刻就是分别优先顺序把它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在11月12号8点50我们第一天会在这边举行因为有一些的活动。那第二天礼拜天就是在我们的49号。好，那我们有透过刚才你的参与的奉献，今年特别啦，说我们就是特别有这一些的限量的纪念品来给大家一起来做参与的纪念那所以还有一些数量有限请我们今天你有奉献，你有写很清楚了，就是按照我们所安排的，然后回应给你好，那如果已奉献的，你过去有奉献还没有领取纪念品的，请在49号的1楼来领取纪念品。那周间也可以找干事来领取。那我们陶家副宿舍在我们礼拜完之后，我们会在这边，中一站49号那边来举行报到时间是12点45到1点半那有发放礼券如果你没有来就没有了逾时不候拿兑换券就是训练结束后本社社员依序拿兑换券至指定位置签名领取礼券这礼券可以买的你看刚讲完就有礼券可以领
啊，但是你要参加互助社哦。好，那我们也恭喜了，好事多磨，对不对？啊，这个啊，我们陈云如姐妹哈，跟李正汉弟兄哦，在11月5号这个礼拜六啊，这礼拜六在我们的49号2楼举行结婚礼拜哦。这个新郎新娘都特懂啊，知不？哦，因为他们最近刚刚都确诊完啊，所以还在有效期里面哦，所以我们祝福他们哦，我们一起来参与哦。好，其他的我们就自己看。那等一下我们就坐着，结束的时候坐着，然后同工会发便当，好，拿到便当完之后，我们再依序来离场哦。哦，哎，对，事情太多了哈，等一下我们报告完之后，我们会坐着，然后可能我们中间这个要稍微把椅子稍微站起来，然后把椅子合并，那这一次的任务大考验，我们请大师我们力王兄真的要那么多人一起拍合照不容易，但是我们都尽量举一下，然后呢，拍照那一瞬间口罩先拿掉，不要讲话，避免口沫横飞然后完之后再马上戴起来，在拍照的时候，好，那完之后就坐着，然后领便当，完之后怎样？依序离开我们拍完照领便当，然后依序离开。今天我们的礼拜就完满圆满的完满。好，来，我们来读华语一遍，读台语一遍，一起来华语。看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我今仔日授权，互你伫列国万民做背出、甲拆毁、破坏、甲推翻、重建、甲财政的工作。耶利米书1章10節，願上帝恩典所甲咱三角同在。好，那我们现在就要请中间站起来，然后我们尽量靠一下好，我们中间这2个人先起立靠一下，放一下音乐，小声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往中间靠了往中。我们都那个在这边位置的，我们也一样，我们把我们的椅子搬起来，然后往中间靠。对，两边都要，这边也要，需要把椅子往中间靠。没关系，那先等一下，我们先全部的在场的先移动，我们再来移其他可以比较活动。椅子请抬起来，然后我们往中间移，两边都要哦，对。然后我们在移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儿童或是那个幼幼的话，可以来前面这边，因为照相可能照不到你们。儿童。对，儿童跟幼幼，我们请那个儿童牧区的童工。好。我们旁边的也是哦，旁边的一样，椅子搬起来，然后我们往中间移动哦。两边都要，我们尽量让我们的照片是可以连在一起的。对。对。好，那儿童牧区，对，儿童牧区，对，那个儿童牧区小孩们，大家我们可以来前面有，我看到那个我们的佳瑜，在引导，好，我们尽量。那如果旁边的不行，后面有空位的地方也可以。
叫他们可以到前面来，前有面有 ，OK， 前面有，前面有，他们再过来了。好，旁边拍不下哦，一定要往中间挪动 ，OK， 前面这一排有，对，我们坐这边地上就也可以这样子 ，OK， 好，地上都可以坐，啊，我们的那个招待同工，我们可以在后面站，也可以哦 ，OK， 我们都入镜哦，大家都入镜。好，掐嘴，前面一样都再进来，小孩再进来。这边到这边都可以，到这边呢？上来都没有关系。上来也可以 ，OK， 上面也可以，来，上面也可以。好，可以了，到这边就好了。好，到这边，好，不要超过黑色这一条线。坐后面 ，OK， 往后面还可以。哎，好。那个小孩子后面可以坐2排啊。后面也可以，旁边是拍不下哦。等一下，我再。好，我们爸爸妈妈加速哈，加速。虽然抱小孩加速，爸爸妈妈也可以一起坐这边。来，这里，爸爸。对 ，OK， 谢谢大家的耐心等待哈。那我也顺便讲一下哦，苏伟家长来这边坐，哦，好，我也在这里，谢谢大家耐心等待。等一下呢，拍完照之后就原地不要动。那如果你刚刚是有坐椅子的，就回到你的椅子上，我们就不用再变开什么，不用，就原地不要动。我们的招待同工就开始发便当。火葬团，我跟你讲，火葬团那边拍不到。OK， 好，那边要尽量骑到这边来，那边拍不到，这边都拍不到。这边又拍不到，哪边？线在哪里？哪里拍得到哪里？拍的这边拍得到哪里？拍到谁？好，顺正长老往那边帅的，全部都要挤进来。OK， 那这边的界限在哪里？这边的界限？哈？哦，拍谁？OK， 这边的界限在哪里？哦，真的哦？哇，那真的不行呢。那边的也要尽量挤过来，那边尽量挤过来，因为拍不下。啊，我知道。挤进来，挤后面。好，等一下我们还是会拍前景，我也会拍一张前景。好，请大家 OK， 没问题，我马上进去。好，我们如果已经确定那个要进来哦。视线你稍微走开一下，我再试一下。OK。我们会先拍就是相机的，然后会拍全景，因为我们人很多，一张照片是塞不下的，所以我们会拍2张是一半一半，然后会拍张全景。OK， 好，请大家预备好哦。然后我现在，请你确定你没有被前面的人挡到脸吼。好，那我现在要把麦克风交给令皇兄，请大家听指令哦，谢谢。好，我们准备要拍了哈，拍好你们不要震动，等一下我们用前景再拍一张。好，我们口罩要先拿起来，不讲话哦。来，不好意思啊，我们口罩先帮我们拿下来，但是不可以说。